各位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先同大家睇今日嘅新聞重點啦。政府會用5個月諮詢各界，政府係咪要資助市民置業？恒指一度失守2萬點，但係尾市回穩，喺2萬點樓上收市。港人義工黃福榮舉行公祭，唔少市民向黃福榮致祭。詳細嘅新聞內容，社會近嚟就樓價同埋樓宇供應嘅問題有唔少討論㗎。有市民就認為樓價係咁升，上車難。咁政府係咪要介入協助市民置業呢？成為討論焦點。行政長官曾蔭權就提出用5個月就呢個問題諮詢公眾。洪以文報導。政府一向嘅立場係唔會輕率復建居屋。曾蔭權喺答問大會上首次提到會用5個月嘅時間公開諮詢各界，政府係咪要資助市民置業？政府明白到社會上有一批市民收入同埋資產已經超出咗入住公屋嘅資格，但希望置業，但又感覺到佢哋冇足夠嘅財力上車。我明白呢個問題嘅急切性，亦都理解到社會對政府資助置業呢個重要議題係需要凝聚共識嘅。假如政府經過廣泛諮詢之後有進一步嘅睇法，我會喺10月嘅發表嘅施政報告裏邊作出詳細嘅交代。如果政府要資助有需要人士置業，有乜嘢方法呢？咁其實過去政府亦都曾經推出多種資助置業嘅方式，居屋係其中一種。另外仲有出售公屋，但喺02年樓市大跌嘅時候叫停，居屋亦都喺同一年決定停建。另一種資助方式係由房協興建夾屋，但喺98年嘅時候已經暫停咗興建。房協亦都喺98年推出首次置業貸款計劃，但喺樓市大跌之下，計劃亦都喺02年暫停。如果政府係當然有責任，使到每個人咧有屋住，但係政府需唔需要係要去到要幫助人哋去投資置業呢？呢個我哋值得要考慮嘅。特別會咁樣做嘅時候，嗰條線畫喺邊一處度嚟呢？咁如果好似上一次咁，我哋如果記得嘅話，議員你記得我哋上一次金融風暴嚟嘅時候，亞洲金融風暴嚟嘅時候，當泡沫爆破嘅時候，好多人呢就責罵政府，係鼓勵佢哋上咗車，跟住就變為負資產。我哋可唔可以承擔呢一樣呢？曾蔭權又話樓價喺過去15個月急升係唔正常嘅現象嚟㗎。咁主要受到3大因素影響，包括樓宇按揭息率低、外來資金流入，再加上新樓嘅供應量偏低所致㗎。不過政府會繼續用勾地表作為主軸，再加上不定期賣地嚟到增加土地供應，壓抑樓價。亞洲電視記者洪以文報道。政府喺過去幾個月不斷揾方法緩和住宅供不應求嘅問題，除咗規管一手樓嘅銷售，亦都從供應着手，提出活化二手居屋市場，增加土地供應等等。不過就一再重申唔會輕率復建居屋。有學者認為，政府制定房屋政策嘅時候必須要有前瞻性。再有洪以文講下。荃灣呢個居屋單位可以望到海景，非常開揚。業主呂先生2年前用130萬元買入咗，佢當時係公屋居民，唔使補地價。樓價升，佢嘅單位升值到170萬元。雖然帳面係賺咗40萬蚊，賣俾非公屋居民嘅話，亦都會將補地價大約50萬蚊轉移俾買家㗎。但呂先生話，即使有人想買，佢都唔會賣㗎，因為自己賺到嘅差價根本買唔起附近嘅私樓。所以冇誘因。如果我哋全家都住呢度個單位，亦都係唯一一個單位，你補咗地價，你賣鬼咗佢，你揸住嗰雞碎咁多錢，你去邊度買到同樣咁嘅樓？咁嘅尺數嘅樓冇可能。所以即使政府諗計點樣活化二手嘅居屋，包括容許買家分期補地價，都唔等於居屋業主一定肯賣自己嘅單位㗎。想透過活化二手居屋增加中小型單位有一定困難。活化居屋未必奏效，咁復建居屋又可唔可以解決到本港中小型單位唔夠嘅問題啦？有學者就提醒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啦，千祈唔可以將眼光只單放喺而家樓市升就要起翻居屋，因為可能會存在風險㗎。即係慎防幾年之後需求減弱嘅話，樓宇供應就可能會過剩。如果我哋係即時供應出嚟嘅，啱係咪？就好似麵咁啫嘛，即時食咁啊供求咯，係咪？多人肚餓咪拎多啲麵出嚟咯，係咪？但係我哋土地唔係因為係3年後先落成到噶嘛。如果你以今日嘅市場氣氛嘅供求去決定今日嘅土地
嘅多少推出嚟，其實係符合唔到3年後嗰個住屋需求嘅。佢話而家已經係一個沉痛嘅教訓，住宅供應量唔夠，都係因為02年政府只係睇到眼前嘅形勢，而樓市急跌、負資產增加，決定停建居屋同埋停止賣地，但就冇預示到未來人口嘅增長同埋住屋量，結果令到近年嘅住宅落成量供不應求。學者就建議政府制定房屋政策嘅時候，一定要有前瞻性，包括要深入研究翻本港嘅人口增長同埋結構，要了解翻究竟需要買樓係邊個年齡組別嘅人口等等，用數據嚟到制定10年建屋計劃。亞洲電視記者洪婉文報道。政府同市建局先後出手規管發展商賣樓之後，地產代理監管局亦都公布多項指引，規管地產代理銷售一手樓盤。地監局話，今後會主動出擊，調查地產代理有冇違規銷售。董家榮講下。地產代理監管局提出新嘅指引，分別就秩序、操守同埋物業資料3方面對地產代理作出監管。其中喺新地旗下鴨脷洲新盤南灣被投訴話有代理偷步收票之後，地監局規定喺未獲得發展商授權之前，所有嘅地產代理都唔可以預先收取訂金。如果準買家冇帶足夠嘅錢，地產代理唔可以墊資訂金。另外，除非有準買家書面嘅同意，否則唔可以代準買家碌卡落訂。地監局又要求地產代理公司調派員工到樓盤銷售點前編製一份員工名單，又要派員工到銷售點現場進行監督。地監局話，今後會主動放蛇加強巡查，收到投訴之後會跟進調查。地產代理公司同埋我哋嘅持牌人呢，佢哋都知道其實社會上呢對於某些嘅行為呢，一路以來都係好多嘅一啲不滿嘅聲音。表面上係好似話我哋規管代理，其實我哋都希望通過各位呢，係向所有我哋嘅消費者呢都發出一個訊息，就話我哋要求個準則就係咁樣。咁如果佢哋覺得係有問題嘅話呢，一樣係可以向我哋投訴嘅。雖然提出咗新指引，不過地監局話罰則會維持不變，包括喺停牌、罰款同埋喺牌照上面附加條件等等。亞洲電視記者董家穎報導。政府唔同部門接連出招，針對發展商同埋地產代理嘅銷售手法。有物業代理話，一手盤嘅推售已經受到影響，迫使地產代理公司要重新調配人手。綜觀嚟講咧，我哋嘅收入咧係5月份我估計都係會跌大概2-3成，因為其實個指引影響就反而不大，主要就係最緊要就係發展商應該我喺嗰個即係9招12式嗰度咧，佢要去適應同埋重新部署咧，咁變咗5月就好少賣一手樓。我估計以往我哋評估咧大概有2000宗嘅5月咧，我相信今個月對咗得返500宗。歐洲債務危機不斷擴散，加上內地繼續加強調控樓市，影響本港股市持續下跌。恒生指數一度跌超過400點，但係尾市回穩2萬點失而復得。鄺晶晶報導。歐洲債務危機引發嘅大火越燒越猛，繼希臘之後，評級機構穆迪亦都可能調低葡萄牙嘅評級，歐美股市再急跌。加上深圳下晝又公布打擊樓市嘅細則，觸發滬深股市收市急挫超過4%。喺內外夾擊之下，港股下晝一度跌超過400點，但跌穿2萬點之後，港股略為回穩，終於重返2萬點樓上收市，報20133點，跌194點，成交進一步增加到去815億。港股連跌4日，累積下跌大約1000點，會唔會再跌呢？有證券界人士就認為，港股有超賣嘅跡象，短期之內有機會反彈，但係中長線嚟講，後市仍然唔明朗。短期啲睇嘅話咧，其實個股市方面咧係有一個即係反彈嘅機會喺度啦。咁啊，相信反彈翻嘅時間咧，暫時睇翻嗰個阻力位咧，都喺翻250天線附近，大約都係20500點度。咁至於日後嚟講會唔會跌穿2萬點咧？其實有機會仍然存在嘅，因為睇翻外圍嚟講咧，歐洲個情況咧都未叫做穩定嘅，甚至乎仍然有一個即係惡化嘅可能性。金融股沽壓顯著，匯控一度跌到去75蚊嘅水平，收市就跌近1%，渣打跌超過3%。內房股係跌市嘅重災區，要減價促銷嘅恒大地產急挫1成。另外，市場傳聞太古可能因為市況疲弱，擱置太古地產嘅上市計劃。太古下晝停牌前跌近3%。亞洲電視記者鄺晶晶報導。
至於連日下跌嘅歐洲股市，今日反覆上落，早段曾經上升，不過高位有阻力。市場人士話，受制於歐洲債務危機，大市前景仍然有隱憂㗎。一齊睇下歐洲最新嘅市況。倫敦富時100指數係升咗17點，法蘭克福 DAX 指數係升咗42點，而巴黎 CAC 指數就升咗21點。